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们面前敬拜。请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虽然在这个疫情艰苦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不管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对亲人的关爱上，我们大家都面临到有很多的困难。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感谢你让这一波疫情能够慢慢的降下来，随着确诊人数慢慢的减少，也让我们越来越接近恢复到正常生活的日子，也一步一步的接近。
感谢你，也愿你的祝福与恩典与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你所疼爱的百姓一起，愿这份爱加倍祝福在你所疼爱的百姓。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恭守上帝的话。今天记载圣经是在路加福音18章第9节到第14节。第9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2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第11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12节，我1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第13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14节，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以上。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所最敬爱的陈牧师为我们来证道。我们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祷告的本质。各位弟兄姐妹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在线上一起聚会敬拜神。这个主日是中会开拓教会纪念主日因为台湾的武汉的肺炎疫情还是在3级防疫的状况之下那我们只好再等这个礼拜政府的宣布是不是能够解封愿神帮助带领。这个礼拜就回归讲台，每个牧师都回到自己的教会。那也愿神保守看顾中会的开拓事工，特别是在没有教会的地方，愿神来带领保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施恩在我们身上，在你的宝座显现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圣名，让这个世界得知神在疫情当下仍然掌权。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主你的权柄仍然彰显。愿神你眷顾这个世上，也愿你眷顾这些染疫的家庭，他们的伤痛他们的悲痛，特别是有染疫过世的，神你也怜悯。愿神让我们在这个当下，能够常常思考神你的话语，借由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更明白这个疫情为什么持续了1年多，也让我们更能够珍惜在平常的时候，因为在疫情当下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但也求神你怜悯眷顾，也让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借着线上的礼拜来荣耀神。主，我们谢谢你，是我们这个美好的早晨，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线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祷告跟读经是基督徒很重要的2个功课跟操练。那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来看祷告的这门功课。祷告是基督徒的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在祷告，我们可以用很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来荣耀神。所以祷告不是光只有祷告而已，还要借由读经来彼此的配搭，彼此的连结，这样的功效才能够得到显现。所以不能够只有祷告没有读经，也不能够只读经而不用祷告来亲近神，这样是两个是没有办法加成的效果。所以祷告跟读经是要融合在一起。祷告可以分成有信心的祷告、呼求的祷告、赦免、饶恕、感恩、悔改、恳求，甚至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要谢饭祷告。祷告的形式跟祷告的内容有这么样的多种。那祷告可以打开天上赐福的门，将天上的福气来倾注在地上。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很担忧这个水不够用。牧师礼拜一回去南部一趟，我发现从苗栗到高雄都在下雨，而且还下得很大。那新闻报纸都有报道，水库有多少都有一些进账，有些水库甚至已经蓄水量已经超过50%了，也有一些已经接近80%、90%。那感谢神过去打开天上的门，降下这些恩雨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也藉由这样来感谢，不是只有求主啊你下雨，但是下完雨之后呢，我们要有一个感谢的心。愿神带领我们每一次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因为最后我们要说阿们之前，要用耶稣的名做我们的中保，将我们的祷告传达到神父上帝那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诚心所愿、如愿的祷告，就是照我们所说的，我们奉主的名阿们。然后耶稣将这样的祷告传达到天父上帝的手中。在哲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本质，本质是一种永远不变的属性，本质是一个实体，本质是你物质根本的存在。譬如说椅子从木头来做的，那木头又源自于树木，那这个树这种木质的本质它是不会变，它是存在的。所以我们祷告有很多的形式，但是我们回到最祷告根本的本质，是一个有罪的人来面对神圣的神，人的罪性来到圣洁没有瑕疵的上帝面前。那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还可以恳求上帝，看来是不太合理。是有罪的人应该是要被关起来，甚至被判刑，甚至要被处罚。但是因为神的爱，上帝的爱，在我们还是当罪人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来挽回我们，是神用无比的爱来挽回赎回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可以坦然的面对上帝，而且是不用惧怕。罗马书5章8节也跟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就神的爱，天父的爱，借由基督来赎回我们的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用死来赎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那人是带着罪来到世上，不过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天父上帝和好。上帝爱你，耶稣也爱你。上帝跟耶稣、圣父、圣子跟圣灵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是爱我们世界，所以人有罪应该要被判刑到地狱里面去。但是神爱我们，用了耶稣来赎回我们的罪，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世人最终要面对生命的灭亡，最后的生命是死，但是选择相信耶稣的人，被耶稣纪念，就可以得到永生、永不灭亡的生命。所以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跟我们耶稣用了这样两个不同的比喻，两个不同身份的人，他们来到了教会，
来到圣殿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圣殿一天2次开放，让大家去祷告。那这2个人在同一个时间来到了圣殿。现在的时刻，大家都没有办法来到教会，大家要珍惜如果万一解封之后，大家要珍惜彼此见面，可以实体见面的时刻。那这2个人他们同时到了圣殿去祷告这2个人的祷告内容是不一样。耶稣用这样子来做一个比喻，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第一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用比较的心，因为法利赛人他站着祷告，自言自语的说了主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一个税吏。所以这个税吏是被他拿来当一个对照，当一个比较。当我们来到上帝的殿，是要用敬拜的心，要用敬虔的灵跟赞美的口，不是看别人的不好或说别人的不是。神的殿也不需要这些小道消息，或者是这些八卦新闻。神的殿是需要我们开口荣耀神、赞美神。上帝也不是上帝的教会，神的殿也不是需要别人去投诉去投诉人的不是。是这样的地方吗？教会是这样的地方吗？教会当然不是这样的地方。神的殿，上帝的教会是要充满赞美的声音，要充满神的荣光才是。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唱诗歌，我们读圣经，我们有圣乐，甚至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3位一体的神的座位。所以上帝在这个世上，他掌管一切，别人的事，上帝比我们更清楚、更知道。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数落人的不是。这个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上帝怎么样看待人？在大卫的诗，他有讲，在大卫的诗8篇4节有讲到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所以当神顾念人眷顾人，人凭什么资格？人有什么条件？是凭我们是圣洁的器皿吗？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功用吗？都不是。是上帝看重每一个人顾念每一个人。但上帝也看人的心，人只能够看外表，但是神却能够看透人心。这位律法教师法利赛人，他没有做的事情，不管是他没有做的好事，还是没有做的坏事，其实上帝也都知道。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不用拿一个对照组，拿一个税吏的祷告来评估自己的好，来称颂自己的好，用来比照出自己的完美跟完全。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这么用心？但是呢，他这用心的祷告，上帝却看透他。第二，祷告的当中，我们不用说吹捧自己，因为我们都是渺小、卑微的人，我们不必夸口自己，也不必吹捧自己。来到圣殿，这位法利赛人，他讲了自己的功劳。法利赛人1个礼拜7天，他禁食了2次，这是他敬虔的方式。但是在律法里面并没有这一条的规定，他显然是在吹捧自己，自以为他的清高。他的清高在这个税吏一对照之下，哇，他的身份可以凸显出来。但这不是祷告的用意。税吏的祷告说：“我1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1/10本就是要纳给神的殿，作为神的殿的使用。这本来就是应该遵守的，没有好必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夸口，因为这是我们本来就需要做的事。所以法利赛人将禁食跟1/10的奉献，这样分别为圣的精神，
却变成了一个形式上的主义，那就不是了。我们不是在守这个形式上的主义，而是我们本来就在信仰的里面被神来尊称为义。但是在尊称为义的当下，如果我们没有承认自己的不义，那神也是看我们为不义。所以神看重的是那个忧伤痛悔的心。所以法利赛人虽然他口里不断的说我有守这些我有遵守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不像他不义，不像他这样勒索，这个形式上的方式就不对了。所以法利赛人他口里称为那些行为可以让他称为义，但是上帝却看透了他的心。当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禁食一定要有祷告。刚刚法利赛人只是说他禁食了，他并没有禁食加祷告。所以我们有禁食祷告，我们也不必去宣扬说我有禁食祷告，好像我的灵命比别人高一点。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为去影响别人，但不用特意来做比较。这个法利赛人的生活动机是对的，是正确的，但是他忘记了信靠上帝的根本是要荣耀神，让上帝的名得到赞美。来到上帝的殿是要称颂神，而不是称颂自己。所以祷告是来称颂上帝的名，敬拜上帝的一个方式。我们的祷告常常需要来赞美神，感谢神，来荣耀神。虽然我们有祈求，但是我们不要只是一直祈求，我们更需要的是要来求神来怜悯我们这个小小的卑微的身份。祷告不是夸口自己，所以税吏的祷告变成在夸耀自己，反而不讨上帝的喜欢。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虽然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都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人所做的，人所想的，人所拥有的一切，天父上帝都知道。诗篇145篇18节，大卫的诗这样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所以在求告耶和华，在祷告的时候，是要诚心来求告他，这样神就与我们亲近。祷告的对象是上帝，也是上帝邀请我们亲近他，来接近他。上帝的应许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呼求的来应验。但那位祷告向那位真神祷告，我们要用诚实的心灵来接近他，就如同大卫的诗所说的，我们要用我们诚心来求告他，他就亲近我们，接近我们。第三，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必须降服在主的面前。这位税吏的祷告，他来到上帝的殿，带着敬畏跟惭愧的心，在18章的13节说，若是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他举目望天也不敢，然后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税吏的祷告，神怜悯他。这个税吏的祷告，神悦纳他。为什么？因为他用悔改的心，用不配的态度，恳求上帝怜悯他。他甚至还捶胸说：我是一个罪人。通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将神当作是阿拉丁神灯一样。我要求什么就要马上有，我一直求，不断的求，但是却没有反省省察自己。祷告也常常需要来省察自己，反省自己有没有得罪到人，有没有得罪到神，没有讨神的喜悦。所以悔改也是用卑微的心讨上帝的包容，用悔改的灵求上帝怜悯。大卫也常常这样求圣的赦免，求神来怜悯他。
他在诗篇145篇8节也这样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因为因为大卫他知道神是一个充满怜悯，他充满着慈爱，所以上帝是我们的帮助。上帝爱世人，上帝希望我们常常接近他。当我们来到上帝的殿，我们必须完全的降服，就像这位税吏，上帝啊，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是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罪性，来求神饶恕与宽恕，求神的怜悯和疼爱。耶稣用这个比喻，他的用意是在跟我们讲说，靠着自己是义人，但是却藐视、轻视别人，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他是在指这是法利赛人，不过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上帝看人的心灵的诚实，也看人心灵层面的祷告，不是在你说你行了什么样的行为，而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当耶稣在这个祷告，他用了实验组跟对照组，他最后讲了一个结论说：上帝高升卑微的人，降低了至高的人，降低了至高的人。好，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告诉着他的学生说，告诉这些门徒说，这个税吏他回去了，比那一个法利赛人更算为有益。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耶稣用这一番话来道出，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只有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论断、来评论别人。而我们在神跟人的面前，我们必须要保持保守、纯正跟谦卑的心。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两个人，一个人他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近上帝。让我们看到两个人，一个神。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近上帝，都可以向上帝祷告。每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称呼上帝的名，因为不是只有台湾人在祷告，在世界各地，只要信主的人，他都可以开口祷告。上帝是普世的，是万国万民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用两个人的祷告，让我们看出一个人只想到自己的义，根本没有提到神的荣耀；另一个人只想到自己的罪，他却全心仰赖，祈求主啊，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用这样来祈求神的慈悲跟饶恕。所以这位税吏他连看天都不敢，所以对一个罪人的描述，他敬畏，他不敢靠近，他不敢仰望天，他只开口说：主啊，你开恩怜悯我，请上帝不要动怒，请上帝不要发他的怒气在我的身上。税吏表现出恳求跟谦卑，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只有恳求神来宽恕他。如此谦卑的态度，对照出法利赛人只看重他自己。所以耶稣说，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两个人的祷告，是税吏他回到家里面倒算为有益的人。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挽回、赎回我们罪的祭，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不义恳求神来让我们成为义，这样才在你因信称义的价值里面才能够得到彰显。这才是我们祷告的本质。法兰西斯是一个传教士，他有一天出门看到了一个患有麻风病的这个病人走过来，他很震惊的，他不敢靠近他，他反而退却了。他回去祷告说：神啊，我看到一个麻风病人，我不敢接近他。神就在他的祷告里面责备他：你的内心比那个麻风病人更污秽、更脏。哇！
法兰西斯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劝勉，他有一次在路上又遇到这个麻风病人，他路过的时候，他就拥抱他，跟他亲嘴，跟他打招呼。当下他看到整个路上都没有人，只有这个麻风病人，但是他看到整个天有阳光照射下来，充满着荣耀。他忽然觉得他遇到的不是一个麻风病人，他遇到的是主耶稣他自己。法兰西斯后来就照顾这些麻风病人，以及照顾一些贫穷的人，就这样子，他的行为慢慢被认可，因此被封为圣法兰西斯。他的祷告，他有一个祷告叫法兰西斯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让我当这个和平之子，使我在憎恨的地方能够播下爱，在伤痕的地方能够播下饶恕，在怀疑的地方能够播下信心。”他说：“主啊，让我成为你的和平之子，希望能够少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受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受爱，但求完全付出爱。”这个就是法兰西斯的祷告。愿我们也像法兰西斯一样，我们也知道人有些软弱，有些贫乏的地方，也恳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是一个不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变成有义的。我们来祷告：主，你怜悯我们，饶恕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欠缺、不足，让我们不夸耀自己，而是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祷告、呼求的时候，让我们也常常省思自己、反省自己。当我们有很多的祈求的时候，也恳求神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有时欠缺感恩。在我们祈求的过程、祈求的结果，我们欠缺的是更多需要的感谢跟祷告。主，我们恳求你带领保守，在这个疫情能够快快的过去，但是我们也要感谢神，在这个疫情当下，你仍然掌权，你仍然有你的恩典慈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患难的当中，我们也必须要来感恩，来感谢。愿神你帮助我们，反转我们在祷告的里面，要常常的省思自己，反省自己。谢谢神，祷告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以下是我们祷告的奉献的时间。在奉献的时候，要提醒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教会有开放可以用转账的方式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我们的国泰世华银行泸州分行05550600079-2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泸州教会，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转账方式在防疫的期间。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很不方便，你也可以准备一个信封，把你每一次的奉献都装在里面。一个月拿一次来到教会，那今天是7月了，7月第一个主日。如果你在6月有奉献，那你可以连同7月2个月一起拿到教会给干事。这是一个方法。然后第二个方法，我们可以用转账的方式。在此提醒每个线上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唱回应诗。回应诗是我要向高山举目，我们来唱全首。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
我要祷告三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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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我们读我们今天的经句。今天的经句记载在儒家福音18章第14节，我们读2遍。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以上。好，接下来我们来做我们的教会消息报告。本会消息：全国3级警戒延长至7月12号，为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并为重庆礼拜及保守会友健康，主日礼拜团聚聚会、周间聚会做以下调整：主日礼拜照常举行，台语礼拜9点，华语礼拜10点半。我们一律采网络直播，我们一起来同心敬拜。第二，敬拜赞美圣歌队献诗暂停，团聚聚会、周间聚会暂停。第三，台湾疫情快速扩大的关键在于变种病毒，病毒快速在体内繁殖、复制、染疫者，病毒量很高，容易造成传播。恳请弟兄姐妹最近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外食。外出务必全程佩戴口罩。第4点，疫情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家生活习惯也有所改变，居家时间变多了，不要只是在家闷着。危机中，试着提升兄弟姐妹间的温度。疫情虽然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温暖还是可以传递。从疫情危机中看见关怀的契机，关心没有距离。有关于奉献，刚刚牧师已经特别报告过了，请弟兄姐妹大家能够勇于奉献。今天是开拓教会奉献主日，台北中会各项宣教事工，包括新教会的开拓、支费的经济补助，特别是开拓中3位致力的教会，协助早日经济独立，成为堂会。请弟兄姐妹关心代祷、奉献支持。特别奉献以及相关的以下，请大家从赖上面牧师所 PO 的影音档里面自行下载周报档来自行过目。肢体相冲
我们要为肺炎疫情祈祷，恳求上帝医治患者，保守医护及防疫人员，加速疫苗的取得及施打，赐下平安与我们同在，保守台湾全体国人能渡过难关。疫情冲击经济，失业人口快速上升，愿主赐怜悯，开经济活路，大家加油，也请多多保重。大家一起战胜疫情，相信我们做得到。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第57章19节。接下来有关于我们肢体祷告的部分，这边有郑云玲姐妹的公公林喜礼先生6月30日安息主怀，于8月4号举办告别式，愿主安慰于主的心。陈冠奇弟兄父亲大肠癌在进行化疗，傅先执事车祸右锁骨骨折，陈淑婷姐妹为身体健康代祷，张秋叶姐妹丈夫为身体健康代祷，陈锦霞姐妹肺炎手术，淑珍长老母亲化疗，国成牧师母亲化疗电疗，玉金姐妹为身体健康代祷，4名兄弟为身体健康代祷，彩凤姐妹、慧珠姐妹为身体健康代祷，柯月香姐妹脊椎骨刺，苏雅展执事母亲住院。以上弟兄姐妹的肢体相通上面，请大家为上面所念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总会中会教界消息，确诊者、罹难者每人慰问金3000，中低收入户确诊或罹难，每人慰问金5000。会友或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由各教会向台北中会教会及社会部提出申请。以上。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唱祝福诗，请翻开新圣诗第541首。吟诗完，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祷。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爱要分享，不要犹豫，快快乐乐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爱要分享，不要犹豫，快快乐乐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
祷必会。